大家好，我係潘子希，我係今年創意藝術畢業展學生籌委會主席。細個嘅時候會覺得共振係一班人營造出嚟嘅成果，但係大個先知道，原來要同其他同學要有一致嘅共識都唔容易。好多時我哋忙住去生活，忙住扮演人哋眼中正確嘅角色，亦都慢慢磨平咗自己嘅稜角，亦都調低咗自己心入面嘅嗰把聲音。我哋喺無盡嘅訊息同埋瑣碎嘅事情之間穿梭，生活雖然變得好精進，但係總會覺得少咗一份屬於自己嘅回響。其實我哋每個人心入面都藏住一份嘅初衷，可能係一份好單純嘅夢想。當你覺得喺迷失嘅時候，呢份嘅初衷就係嗰道穿透裂縫嘅光，帶你揾翻出口。而所謂嘅共振，就係一種當你決定唔再隨波逐流，開始尋找屬於自己嘅頻率，係一種當你嘅行動同埋初衷重新對齊，生命就會再次給予回響嘅一份提示，亦都係會喺你覺得最攰、最想放棄嘅時候撐住你，令你依然可以挺胸向前嘅一份初心。校準腳步，同初衷共振，你會遇見嗰個一直喺度等緊你理想中嘅自己。